大湾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龙宫，这出天赦日事后消灾大好会，特别聘请大道长钟昂汉来主持。对好天赦日这天，也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庙方表示，错过这出机会，搁要等36天，敬请善心大德踊跃参加。这次咱这个农历的9月初9重阳节，拄啊适逢天赦日，这机会真难得，是36天甲轮着一摆安尼，所以咱庙方对这次相当的重视。咱当日有这个聘请到神华钟昂汉大道长来主导科仪，上主要主旨重阳节迄天拄啊，咱的玄武上帝这个九重阳伫乌白武当山这个午时伫紫霄峰回升，咱的天上圣母也是9月初9日这个回升，所以搁遇着天赦日，所以咱庙方特别这个来举办一个延年益寿财源广进上主要就是讲安尼人在祈福安尼，互伊否极泰来。今年的天赦日活动，庙方嘛有准备600份天官武财神纪念金币，互信众跋杯请回。这是天官武财神所属的纪念金币，每一位信众来求一下，请示陪信一下，安尼，互伊增加有信心。当然咱庙方有拍红年，人圆满，大家安尼事事顺利。主委王大明表示，天赦日是台湾民间信仰三社仪式之一，上传民众只要伫这天诚心向玉皇上帝祈祷忏悔，就会当得到上天的宽恕甲赦免。不管是健康、事业、家庭、财运，拢会当伫这一天得到化解转运机会。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